亞斯利喺主場以3-0咧擊敗皇家馬德里，究竟應該值得幾多讚譽啦？我哋從統計數字睇啦，佢哋幾乎打出一場啦係完美嘅比賽嘅。上半場啦，佢哋係5射4中，下半場更加恐怖嘅7射7中，一場波12腳射波，要11腳中框。本應如果比分唔係咁大啦，我會覺得呢場波 MOM 啦應該係顧圖爾斯。但係當賴斯咧喺58同埋70分鐘咧各入咗一個啦世界級冇得救嘅罰球之後啦 ，MOM 一定係佢啦。我諗大家心目中咧都諗緊，究竟賴斯而家值幾多錢啦？仲有喎，繼續穿搭中鋒嘅美連奴啦，本季已經為亞斯奴入到咧第8個入波啦。而唔好忘記咗一點啦，就係2個罰球啦，都由沙卡呢位啦火線傷愈復出嘅球員啦係搏到㗎，從而啦我會將最大呢場波贏波嘅功勞啦喺亞迪達身上。但唔好忘記啦，沙卡自己仔啦一路令到佢成為啲世界級嘅右翼。賴斯1億買佢翻嚟啦，係越打越好。佢搶埋翻嚟嘅美連奴咧，本安排佢打中場中嘅啫，但因為夏維斯受傷啦，其他隊友打唔到呢個偽中鋒嘅位啦，結果用美連奴啦，有咁樣嘅表現啦，咪就係亞迪達嘅功勞。回想翻啦，近呢幾年啦，特別而家面臨住啦，連續3季喺英超聯啦，即係屈居亞軍啦，大家都會質疑佢嘅。但好彩咧，佢得到老細嘅耐性啦，慢慢培養佢啦。咁我覺得呢個禮拜啦，佢真正屬於收成期啦。甚至啦係教咗佢職業生涯裏邊啦最靚嘅一個禮拜。但唔好忘記啦，啱啱週末嘅比賽啦，佢係和波嘅。和波佢批評球證有冇搞錯啊？雷斯士基利嗰個邊度係12碼啦？但係佢能夠收拾心情啦。喺呢場波記者會，我最欣賞嘅啦，佢就話：我哋對住皇家馬德里咁強大，有歐冠 DNA 嘅球隊啦，我哋一定要全民皆兵。佢做咗好多嘢㗎，安排油搶球場啦，所有球迷啦有晒打氣包，要求所有嘅球迷啦喺球隊熱身嗰陣時咧，已經要入場集氣，俾呢啲球員知道啦，我哋有咁多萬人喺度啦，係成為我哋最強嘅第12人，所有嘅細節都做得好好。今日呢場波啦，近乎冇一個球員啦係表現得唔好嘅。咁如果講到呢度咧，大家會覺得喂，基維奧又點啦？咁要講到皇家馬德里啦。安察洛提如果真係咁樣啦，歐冠4強不入，會唔會被炒？會唔會龍哥不如借個勢序取代佢啦？咁我覺得呢場波啦，安察洛提啦打得太過被動啦。雖然話上半場啦，麥巴比、雲尼斯奧斯啦兩個有表現，但係就係得佢兩個啫。其餘嘅隊友咧就喺中前場陣容啦完勝之下啦，係唔夠膽或者冇安排到啦，係上去支援㗎。所以就基維奧嘅弱啦，根本就完全係被掩蓋咗啦。今日去到比賽咧，最後一刻咧，卡莫雲加咧，因為踢咗個波泄憤啦，被球證2黃1紅咧就逐離場啦，更加反映到啦，皇家馬德里嘅球員啦，呢場波嘅安排或者準備啦係唔足夠㗎，甚至會唔會有啲咁多輕敵啦？所以我話亞迪達教出職業生涯啦最輝煌嗰仗，調翻轉嚟講啦，有歐冠 DNA 嘅安察洛提呢一場波有幾失敗咧？